男人紧张冷静地向警方报案，说有一个陌生的货车老六，一路上屡次要弄死他，幸亏自己有狗头保护，才勉强活到现在。可话音刚落，如幽灵般的老六就出现在大壮身后，一路火花带闪电地冲向电话亭。还好大壮反应及时，才刚好躲过一劫。但幽灵老六并没有就此罢休，硕大的货车兜了一大圈，再次挑头向大壮冲来。情急中，大壮不顾一切地抓起什么都向货车砸去，可这丝毫没有阻止货车的作死行为。见反击无效，大壮趁货车兜圈的时间差，钻进自己的老爷车，一脚地板油逃之夭夭。幽灵老六也马上紧随其后。大壮深知以老爷车的速度，很快就会被追上，于是灵机一动，一头扎进公路下面，来一个360度漂移，利用灯下黑的原理，躲进土丘另一边的岔路上。见幽灵老六没有察觉，疾驶而过，大壮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火车的鸣笛将大壮从噩梦中惊醒。醒来的他惊慌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回想过往，不由得发出歇斯底里的傻笑。平复心情后，大壮继续赶往淄博，准备去吃烤肉。可没走多远，就一个急刹车停住了。其实幽灵老六根本就没有走远，一直在这死等大壮的出现。被逼无奈，大壮猛踩油门向货车冲去，而对方也是虎视眈眈。但最后大壮还是胆怯了，又原路退了回来，同时货车也倒回了原位，摆明了就是想戏耍他。大壮鼓足勇气就要上前找他说清楚，可幽灵老六看他靠近，马上驾车离开。大壮追不上4个轮子的汽车，便停止追赶。哪曾想大壮刚止步，幽灵老六也在这一刻停在路边。此时正好一对老夫妻经过，大壮如看到救命稻草一般，立刻上前去求救，而幽灵老六却急速倒车冲向对方，吓跑了老夫妻。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壮的老爷车上。危急时刻下的大壮躲出去10万8千里，可幽灵老六并不想这么早弄死他，便再次开车向前去等他，甚至还做出挑衅的挥手。一路上的经历让大壮明白，对方是把自己当成随意玩弄的小白鼠，或者是随时可以碾死的臭虫，于是决定今天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在挑选好绝佳的路段后，大壮猛踩油门向货车冲去。幽灵老六见对方敢和自己硬刚，也不甘示弱的给足马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壮用手提箱顶住油门，在临近的最后时刻弃车而逃。两车相撞，老爷车不幸起火，幽灵老六被大火遮挡了视线，不幸掉入悬崖。